由奥斯卡影后布莉拉森主演的英雄电影《惊奇队长》是漫威的第一部女英雄片，携带着影后气势，台湾上映第一天就已经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，光是预售票就打破纪录，成为漫威超级英雄单人系列的票房冠军。从外太空打到火车屋顶，就为了对抗外星人入侵地球。漫威电影宇宙第一部女英雄独立电影，交代惊奇队长如何从女飞官变身成女英雄，化解当时地球陷入2个外星世界的战争危机。台湾抢先美国上映，光是第一天的场次，晚上6点到晚上9点，门票已经销售一空，更打破纪录，成为漫威英雄单人系列电影的预售票房冠军。民众首映啊，大家都想看啊！我喜欢看漫威的电影，所以电影票就提早买，早上就先买起来了。影星布莉拉森接演这个角色真的要付出许多代价，我不否认我个性很内向，我还有气喘，但我从没想过我可以把自己逼到这里。我认为我能站在这里，就是经过那些训练。影星山谋·杰克森饰演年轻版的尼克·福瑞，就像是忘光年长版尼克·福瑞知道的所有事情，或是他对他工作、世间的看法，就像是自由又开放的尼克·福瑞。布莉拉森现身首映会红毯，换上深 V 薄纱礼服，成为镁光灯焦点。不过这只橘猫更是融化影迷的心。主持人是惊奇队长耶，很期待吧？我的老天，我想他们的关系真的很好。这只猫在漫画里设定是外星种族生物，拥有强大能量。惊奇队长片尾呼应复仇者联盟第4集，串起漫威宇宙的故事情节，让电影备受期待。